大家好，上步波馬今次跑馬地夜馬提供3匹心水，係第一場5班1000米嘅快樂寶寶，第二場4班2200米嘅幸運同行，同埋第7場3班1000米嘅自力更生。至於2匹落飛馬精選，就落喺第6場4班1200米嘅加州本士，第8場3班1800米嘅快路身上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啊，前面放嘅馬就燭光晚餐啊，外邊呢就辣得金啊，第3位天火同人內欄，第4呢就盈影飛馳啊，出邊呢有電子宇宙馬林，中間淺藍帽紅衫嘅萬眾開心啊，攝入去入邊就搖搖日上啊，外邊追咗少少快樂寶寶嚟㗎。好啦，最後100零米啦，燭光晚餐走甩咗大約2個馬位啊，見到中間位置有辣得金啦，埋邊追上嚟啊，搖搖日上啊，最出仲整嘅快樂寶寶中間盈影飛馳，接近終點，燭光晚餐一放到底啊！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呢有黃金盒啦，埋邊燃心星啊，咁啊再見到中間就同喜啦，守進第4位啊，第5位有精英至尊內欄，第663係東方寶寶啊，出邊啊實在美麗啦，尾5就魅力星啊，後邊嗰4匹馬分別有飛黃、輕鬆大笑啊，黃衫尾子就富貴區啦，暫時殿後有少少搶後喎，係快樂寶寶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黃金盒佔先少少嘅，見到外邊呢，咁啊呢隻同喜開始逼下佢㗎咯喎，響中檔位置追你有精英至尊啦，守進啦，響入邊偷位上嚟，仲有隻東方寶寶啊！最後100零米啦，黃金盒仲有少少嘅優勢啊！見到同喜開始追佢啦，中檔位置仲有東方寶寶啦，外邊位置追呢就係呢隻飛黃啊！最後50米到，咁啊見到上咗嚟噶嘛，東方寶寶終點前。攝入邊上喎，幸運同行啊！最後100米，客家之光接先，但係外邊管之友撻着咗啦，內欄有幸運同行，出邊飛馬將軍接近終點，管之友贏啊！跑第2名，幸運同行，第3名嘅馬呢，好近㗎。最後100零米啦，客家之光佔先半個身位，外邊幸運同行個勢頭相當勁啊，3幾步已經將佢追過，管之友進佔第3，綠色巨人響第4位，接近終點啦，幸運同行贏啊，客家之光第2。最後100零米，外邊係幸運同行，埋邊平海之星比落去反應亦都唔錯，中間仲有夢照發，接近終點平海之星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，幸運同行啊，第3名嘅馬夢照發。最後200零米啦，建測群英就拋離咗個零馬位嘅，街燈響第2位啊，埋邊位置仲有至高心得，原欄追咗少少，仲有幸運同行啊。最後100米都建測群英擺咗喺前面呢，就一放到底贏出呢場賽事噶啦。第2名嘅馬係街燈啊，第3名呢就相當接近啦，有中檔位置至高心得。埋邊位置有百威多贏前鬥緊啊！咁啊再見到中間追嘅馬自力更生，方唐武士，外邊美麗星神，最出仲有呢隻呢就係超勁赤道，響埋邊位置呢就一起美麗啊！最後100零米啦，自力更生響中檔排中而上贏出呢場賽事啊！邊隻美麗第2呢？好接近喎，外邊位置係美麗星神，埋邊係一起美麗。咁啊至於第4名嘅馬呢，出邊追上嚟街燈呢？係咪有機會過到百威多贏呢？結果今場賽事呢隻自力更生拋離贏馬，中間就手到齊來啊！響入邊啊晒冷啦，中間追啊就係呢個燈膽將軍啊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天星啊！最後200米，燈膽將軍一搖落去啊，已經將後邊嘅對手越拋越甩㗎啦！天星外邊追咗上嚟，入邊仲個手到齊來，大外檔係自力更生，接近終點咁啊！潘頓第1日暫時5 win，燈膽將軍輕鬆贏啊！跑第2名。係天星，第3呢，自力更生。鬥到嚟最後100零米啦，自力更生外邊呢殺上嚟嘅勢相當勁啊！響入邊呢仲有呢隻就終身美麗啊，外邊打緊上嚟好遲追啊，有呢隻極速奔馳啊，接近終點自力更生贏啊！跑第2名呢就極速奔馳啊，埋邊終身美麗呢就臨門俾人過咗啦。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就係呢隻遨遊波士啊，鬥緊埋邊燃力寶2匹馬相當接近㗎啦，後多層啊嘛，中檔位置有非凡時刻，中檔上有佳運發啊，外邊追一啲呢就係呢隻好精神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燃力寶呢就已經係透出咗㗎啦，外邊追上嚟好精神個勢相當勁喎，遨遊波士衝咗一段唔多，埋邊加州本士又上翻嚟，接近終點蔡約翰又贏多場，燃力寶啊跑第2名，好精神，第3名加州本士。
佢，入邊上有加州本事啊，在入邊啊三軍勇將上嚟嘅勢相當勁啊，壓埋佢嗰隻咧就係電信驕陽嗰度啊，再喺入邊偷位上嚟，再隻心裏有數，最後百零米三軍勇將一路內閃，但係都透出贏出呢場賽事啊，跑第2名加州本事啊，咁啊第3名外邊電信驕陽，咁啊至於跑第4名埋邊嗰隻咧係心裏有數啊。結果方家柏、黃志宏啊，咁啊呢對騎練嘅組合咧，咁啊出2場，贏咗2場咯。三軍勇將輕鬆贏馬，加州本事就跑第2。人心星幾個箭步立咗上嚟過佢噶啦，外邊位置追有呢隻太陽勇士啊，出邊仲有呢隻大浪淘田亦都冚上嚟，最後百零米大浪淘田外邊冚上嚟嘅勢相當勁啊，響入邊呢仲有人心星2匹馬相當接近啊，大浪淘田贏啊，跑第2名人心星。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檢測群英佔先嘅，中間有德意佳作追緊，外邊有快路啊，中檔位置99圍村，外邊追上嚟仲有盈益線，最後100米都快路外邊冚上嚟，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嘅嘛，外邊啊有盈益線啊，中間第3啊近啲啦，99圍村，外邊啡色衫德意佳作，咁啊埋邊檢測群英啊臨尾有啲力弱啊，結果呢隻快路，哇轉過嚟谷草試出彩虹啊！出邊位置仲係快路啊，最出嗰邊係升價，偷入邊上內欄喎，發財先鋒馬林中間仲有盈益線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快路響中外檔透出咗，外邊追佢係升價，入邊係一起美麗，進佔第4位，仲有中華英雄出邊爭金奪冠，贏馬嗰匹一路有啲外閃啊，快路啊跑第2名係升價，第3名呢近嘅喎，一起美麗就唔多啦，追上嚟中華英雄要影相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快路咁啊力壓升價。